第11屆 Art Central 再度回歸中環海濱，今年以遇見藝術，擁抱精彩為展覽主題，匯集過百間畫廊嘅作品，係歷代以來最龐大嘅畫廊陣容，當中更有6間來自台灣嘅畫廊參展。今年藝術時代畫廊首度參展，帶來台灣藝術家李慶美同張玉嘉嘅作品。兩位藝術家作品都加入咗香港元素，展現出真實同虛幻交錯嘅奇幻視覺。李慶美嘅作品透過浮雕畫板同埋色彩嘅堆疊，更加將香港街景元素融入作品當中，塑造出一個既虛幻又真實嘅空間。張玉嘉以怪誕趣致嘅風格，結合嘉年華、魔術、賽車等主題，添加咗唔少香港東方元素，鮮豔而乾淨利落嘅色調，配合住畫中奇趣角色嘅人物，令整個作品增添一股神秘色彩。首都藝術中心今年帶來楊英風同李平宜嘅作品，兩位藝術家跨越世代，喺創作上互相表達對台灣風景嘅記錄同情感。楊英風嘅雕塑作品透過不鏽鋼鏡面嘅流動，表現出自然環境同人民嘅一個對話。李平宜嘅作品以版畫作為創作媒介，刻畫出台灣嘅風景同埋民情，透過木刻板同紙本兩者並排，營造出虛幻之間嘅交替，令觀眾彷彿進入一個安靜優雅嘅自然空間。另外仲有藝星藝術畫廊帶來4位台灣藝術家一系列嘅作品，都係以風景作為主題。4位藝術家對自然環境嘅描繪都各有不同，當中鄭崇孝嘅作品結合咗中西文化，將傳統藝術同現代插畫嘅結合，塑造出跨世代嘅風格交替。作品帶出環境生態保育等課題，為觀眾帶來一個反思嘅空間。除此之外，海澳藝術畫廊今次帶來2位台灣藝術家，以不同媒介去呈現台灣當代藝術嘅可能性。當中陳士航嘅作品糅合咗傳統同當代水墨創作，將東方山水畫同當代視覺交替，營造出一個獨當一面嘅山水風景。現場更加有眾多作品值得細看。喜歡漫遊於藝術品嘅你就千祈唔好錯過啦！